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理在。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8000挂的本土病例，122个人死亡，一寡死亡个案内面有2个也未大症婴仔，上细汉拄满过年。六都的儿童疫苗大型注射站今开始甲囡仔注疫苗，而且对今开始6岁以下会当领到5支免费的快递试剂。国内物件起价，连带这肉粽节使用的肉粽也起价咯。另外，国际油价起价，国内航班也起价，都是起100块。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88247个本土病例，122个人死亡，中重症患者也增加240个出来。一寡死亡个案内面呢，出现2个也未大症婴仔，上届细汉才拄满过年。另外，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即马开始推动专职病房会当有照顾服务员协助，津贴是8点钟5000块，分3班落去轮替。新冠本土疫情更加悬，初一新增加88247个本土病例，有3个县市新增加的病例数超过1万人，包括新北市、台中市甲高雄市。台北市的病例数已经降到7000多例，中重症新增加240例，死亡的有122例。122例的死亡个案当中，有115例是有慢性病史。那有84位是没有打满3剂的疫苗，其中55位是没有接种任何1剂的疫苗。特别注意的是，死亡的个案内底有2个红婴仔，一个是1年级5个多月查某婴仔，5月中发烧，快筛阳性，食退烧药了后，隔顿间发现伊昏迷，血氧低，规个人反乌，紧急送病院，要是救无转来。另外一个是台湾籍打满月无偌久的查甫婴仔，因为早产肺部有过氧，甲伊做伙大的亲人有人确诊，可能因为安尼去怀着。5月20日发烧，无去医生看，隔顿间昏迷，血氧低，紧急送病院，发现要是无生命的现象。采检是阳性确诊，加到疫情爆发以来上届细汉确诊死亡的个案。司法相验开立了这个死亡的诊断书是有这个呼吸衰竭以及新冠病毒感染的一个情形那所以这一案是属于一个家中死亡的一个个案。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医疗能力是将要用较紧绷。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推动专职病房，会当由助理护士来协助。不过病院爱先安排感染管控等等的训练。助理护士是一个人一个班8点钟，津贴是5000块，采3班制。平均一个人爱照顾6个患者。是因为我们这次在住院里面，相对的，老人家或者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的是为主。所以他需要喂食、翻身、更衣、身体清洁，很多的一些照顾。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今年累计确诊的人数超过200万人，其中9%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目前居家照护有46万3000人，占97.4%，其中以台北19万1000人上济，大院有7991个人。但是中强调讲，全国确诊率目前差不多是8%，若新北的确诊率是15%，家人是16%，所以降低趋势是真明显。目前高雄确诊率是上低，敢若有6%，不过疫情还会压悬。全台湾疫情还佫伫个高原期，若要明显转好，可能爱佫一站啊。记者综合报道。疫情仍在滚假，指挥中心对今仔开始伫6都设7个儿童疫苗注射站，而且伫5日节连假当中是无休困的，要来替囡仔注射 BNT 儿童疫苗。早起8点半左右，台北的自由广场就真侪家长带囡仔要来注预防针。写一个字落，囡仔是大声妈妈吼，不过会当得到保护力，避免去患着新冠病毒。有不少家长因为烦恼本土疫情，专家把囡仔带来做疫苗。因为他现在幼稚园本来有预约，可是可能造册还要一点时间。然后昨天看到这个快打站，就赶快来。因为我原本是有预约台大医院，但是我觉得那里还要就是很麻烦，这边就比较方便。有囡仔因为学校停课，无法度随伫学校注射，该由因阿公陪伊来做疫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会得新冠肺炎，因为我知道不会痛，因为我以前打过感冒疫苗。全台湾7个5岁至11岁儿童疫苗大型注射站，为6月7日开始注射，5日节连假嘛正常运作，主要提供辉瑞 BNT 疫苗，平均每一个站提供2000筒至3000筒，除了会当上网预约，嘛会当随到随做。台北自由广场的注射站，初一早起8点半开始做，短短1点外钟，就有200多个囡仔注疫苗啊。医师提醒家长，等去厝里了后，爱注意囡仔注射了后疫苗的副作用。发烧38度以上，
超过48小时后，或者病人这个儿童有比较喘促随时来到医院来，医师来跟你做一些诊断。疫情指挥中心表示，除了台北自由广场、新北桃园车头、桃园鸡蛋体育馆、桃园陆军专科学校、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台南市立图书总馆，还有高雄展览馆，拢会当提供家长来选择。不过，囡仔若要确诊过，就要服完3个月了后，才会当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六都的移动疫苗大型注射站今仔日开始甲囡仔注预防针咯。不过一寡县市却出现中央配来疫苗数量变较少。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发90多万筒 BNT 疫苗出去啊，真侪县市的注射率应该会降到95%，因为这是无共款的制送方式所产生的误会。伫六都大型移动疫苗注射站，6月初1开始注射。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现场注射的情形真好，不过苗栗县所传出5月31，中央原地按算分配4000筒的移动疫苗，送来所干那2500筒，短少了1500剂，以至于呢，我们在校园的集中接种的疫苗呢，将会不足呢2598剂，会影响到整个校园接种的一个规划。苗栗卫生局赶紧调动要分配去合约病院的疫苗，先提供学校来注射。云林县嘛减3300筒，县长张立先讲，疫苗分调去南部大型的注射站，因干来当紧急先甲附近的县市借。对云林的囡仔来讲是真无公平。要调拨到这个南区的这个快打站大型施打站，所以呢就将我们本来他答应我们5600剂的这个疫苗那缩减成2300剂。我们当然担心如果孩子又跑到台南去施打，对孩子来讲也不公平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出数据，一直到5月31为止，有分配904600筒辉瑞 BNT 疫苗去各县市。5岁至11岁户口伫在地注射率，苗栗会达到96.3%，云林是96.09%。指挥官陈时中讲，并无医药反馈买注的问题，是推估需求的量计算的方式无共款。医院的调查之后，再乘上一定的量，作为他们的一个需求量。那我们这边当然也会经过一个计算，那就是一个合理的施打量，没有所谓的抽单指挥中心强调讲，大部分的县市户口伫在地人口注射率拢会当到95%以上，所以保证疫苗的数量是绝对有够。地方政府若是有需求，应该赶紧提出。嘛提醒疫苗是属于防疫物资，有时效性。若是囤了伤济，就是讨债人的命。记者综合报道。对于今仔日开始，中央会发放每一个6岁以下囡仔，一个人会当领到5支免费的快筛试剂，含这快筛检验剂同款。家长摕到囡仔健保卡去到这药局或者是卫生所通好领，而且要分这身份证号码倍数分相应甲起来。那伫咧高雄地区的囡仔呢，是另外加送2支快筛试剂。按今仔本地买发快筛剂。里长办公室透过公布，提醒符合资格的民众来领免费快筛。6月初1，高雄市2岁以上无读幼稚园的囡仔，甲65岁以上的长辈，透过里长的协助，会当领2份免费快筛。6月1号跟6月2号所服务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6月4号之后，如果说有不方便移行来这边取得，相对里长会送到家服务。已经读幼稚园也是国小的学生囡仔，由学校代返2份。另外，考虑原乡较远、交通不方便，也甲医疗资源较欠缺，高雄市涉及茂林、桃园、那马社区的居民，会当领2份免费快筛，由李林长一盒一盒发放。要小心啊！尤其是外面来的，茄子都很怕。中央同齐6月初1至30，针对全台湾0至6岁细囡仔发放5份快筛，一定有114万人家长会当提健保卡去药局，也是卫生所都会当领。甲是名册购买快筛同款，依照身份证单双号分流机制。年早已经买过第1轮是名册快筛，也是会当领，佮加这2份，高雄市幼稚园以下细汉囡仔，拢总会当领到7份免费快筛。太慢了啦，应该应该快，早就要实施了。就会跟患者说，不用担心，你随时来买都可以买得到。第1天发放，各地无出现排队的情形，有药师预测5日这年假可能人会较侪。指挥中心统计，初一早起已经领32985份，另外购买647人份，也提醒家长要注意囡仔的年纪。105年，就2016年1月1号。
含1月1号后出生的，那都可以免费的来领用。因为家用快筛剂适合2岁以上，指挥中心进前提醒，厝内有2岁以下细汉囡仔所领的快筛，家长会当使用，因为2岁以下无疫苗通注。厝内人莫感染是上界重要的保护来源。记者综合报道。中央规划大型疫苗注射站今日开始做，台北营总出动80名医护人员去到自由广场。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却批评讲，这医疗的人力就爱较欠用，互因做搁较有效率的代志。也来讲到新北市的部分，今日增加14800外确诊者。副市长刘夫人表示，对7天的边境人数来看，这新北市的疫情是有渐渐得稳定了。各校的学生囡仔坐几排，准备要注疫苗。台北市长郭文哲下晡去各校视察儿童疫苗注射的情形，疫情要持续伫个关卡。指挥中心第一日宣布，会伫6都开设大型的疫苗注射站，替5岁至11岁囡仔注疫苗。其中台北市是设置伫个中正纪念堂，调动80个医护人员去现场协助。设了就设了，没有必要再讲了。那个，或者呢，医疗人力要节省使用，医护人员。你叫他做，他还是会做的，他就是不爽在心里面，对不对？郭文哲强调讲，第一线的医疗人力应该准则使用，互因做更较有效率的代志。新北市长侯友宜回应讲，中央要伫个邦桥车头设置儿童疫苗注射站，第一时间并无接到相关的信息。不过中央公布政策，地方拢是互通知的，这已经毋是头一届啊。因若新北市初一新增加14000的确诊病例，以7天做单位平均来看，高峰差不多是伫个5月20至21左右。显示新北的疫情登跌登河。整个7日的平均数的趋势图来看，目前以我们新北市的疫情来看，是在缓降当中。不过也因为这样子，也特别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因为缓降了，所以我们未来的防疫作为还是不要松懈哈。也若各界关心学校停课的部分，台北市的学校会伫6月初6恢复实体上课，毕业典礼原则上是无开放予外宾来参加。新北市要是依次无共情形，用无共款的做法，而且授权予学校家己来判断。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国内疫情犹原伫咧高峰期，5日节过后，这高中以下敢会继续线顶上课咧？亲像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县市、台南、高雄，还有宜兰县，今日拢宣布讲，高中以下学校含公立的幼稚园，6月初6到10日继续线顶上课。目前只有台北市对后礼拜开始就恢复登记学校上课啊。暂停实体课程10外天，新北市北分国小6年级的囡仔这2天回来学校参加毕业考，其他年级的学生是继续伫厝的晚鼓励来上课。重新回来学校的话，就是怀念之前的上课的样子。真欢喜看到同学小学的生活即要来结束啊！小学6年级的囡仔想要赶紧回来学校上课。由新北市已经授权学校看情形来决议，学校防疫小组找下晡决议，5日做了后恢复实体授课。另外，新北10支区多数的学校也做出相款的决议。24号，我要请假。好，24号请假吼。好，25。校长伫线顶顺堂看一下教学甲学生的情况。伫台北市高中以下学校暂停实体课程已经2礼拜啊。不过市长郭文哲早就宣布，6月初6迄礼拜恢复实体上课。另外，高中3年级甲高3学生线顶上课到毕业典礼前1天。不管是5大考科还是艺能科，这个学生的学习效果真的打很大的折扣。不是只有我们老师、学生希望回来学校上课，我们的家长也都希望把他们的小孩子送回学校来做实体上课。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甲宜兰初一陆续宣布，搁再延长1礼拜晚鼓励的教学到初10一时10日。加上早就宣布连江县总共10个县市，下礼拜继续线顶的教学。跟7大的家长团体讨论以后，大家都主张说停课不停学，再延长1周。云林县这连续这1周以来都突破1000例了哈，那所以我们认为校园还是一个高风险的地方哈。本土疫情犹原在高原期，加上疫情北部有小可较降，南部是欠悬。中南部县市陆续公布上新的应对的做法，延长1礼拜晚鼓励的教学，降低囡仔可能面临的医疗风险。记者综合报道。
劳动部今仔公布上届新的无薪假统计，目前有2578件，17193个人当咧放无薪假，平顶礼拜是增加99件的企业。疫情当咧严重，民众是唔敢出门，这餐饮业、饭店拢受到真大影响。劳动部也讲，这届无薪假是今年疫情爆发以来影响上界明显的一届，而且人数也是今年上界多。这个绑带是在后面。医护人员指导穿防护装备，临时互人请来担任防疫关怀包的发送人员。熟悉流程了后，正式上线。高雄开创关怀包得来速，开出月薪3万的课，除了鼓励就业，也保强防疫。这个疫情因为拖真紧，劳动部初一公布上新的无薪假统计，有2578件，17193人实施无薪假，尤其比顶礼拜增加99件。那这一波的疫情的影响。在这一次的减班休息的数据是有显现比较明显。在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一期有2家比较大一点的这个旅馆。那这个旅馆的部分的话，大概各有100多人。劳动部强调，这届无薪假是今年疫情发生以来影响上明显的一届，人数也创下今年新高。民众自主防疫，减少出外消费佚佗。除了游览车业者的无薪假人数增加，大数餐饮业一礼拜原来增加上千人。这业者捌伫去年3级警戒时阵放无薪假，今晚又搁再一次实施，影响还会再有一阵子。那随着大概边境有一些松绑，顾客可能会进来的会有一些多一点的这个状况。那我想大概北部包括它的旅馆，会慢慢的先从天数减少，那再来陆陆续续它的人数减少。市场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它确实在下跌的幅度蛮高的，因为战争的因素造成的通膨的影响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所谓的经济上有一些隐忧，所以看起来在金融市场上，它的那个震荡幅度就很高。这届疫情不但影响就业，也冲击到劳动基金的投资收益。受到俄乌战争、中国上海再一次封城这因素影响，全球的供应链拢塌掉的，经济大影响。劳动基金运用局统计，今年前4个月劳动基金累计亏损超过1983亿，4月这个月就达了1415亿。这是劳动基金运用局成立9年来了第2多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5就是5日节啊，也因为讲这各项物件拢伫咧起价，这肉粽的价钱也对咧起，而且今年这肉类大怪数价钱呢，要起1成到2成，线卖当然也对咧起。不过农委会表示讲，会提供更较侪肉品，有信心或者价钱稳定落来。粽叶一日透开，肉粽包甲真大粒，看起来真好食。毋管是大型的肉粽，也是一般的肉粽内底料水佫实在。5日节即要到啊，也毋过卖肉粽的店头其实无啥欢喜，因为原无了大起，肉粽利润是愈来愈薄。今年敢若做一点服务主顾客。猪肉大概1斤都上涨15%到20%之间，其实做起来真的利润很少，就是做给一些主顾客。头家讲，今年猪肉甲香菇已经起20%，两年每一粒起3块，连粽叶甲糯米也拢要起。即阵是家己先吸收这个起价部分。而你到今年肉粽价钱普遍起价，农委会认为是豆番卖饲料已经起1%啊，猪肉也跟咧起价变贵所造成的。那最近的猪价是因为端午佳节的需求带动所造成的，那每100公斤8000多块左右。那农民还是持续的在饲养，其实跟所有的消费者报告，我们会稳定而且供应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猪肉、鸡肉等给所有的消费者，那价格都会是在一个合理的水准区间。还是会，可是可能就吃个1-2颗这样子。别吃太多。对，就不要吃太多。不一定要吃粽子，对。吃别的就好。对。OK。尤其如果这时候特别贵的话，那就平常吃就 OK。你着起价，有人讲食较少，有人讲无爱食。民众计5日做菜自主应变。现今年主计总处公布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是3.38%，从9年半以来新高的纪录。另外，今年1月到4月，禽畜屠宰数量也比去年同期减少。今年初到即阵，低贵亚这各式畜禽产品平均批发价钱已经起1-2成，带动零售价钱起价，消费者也愈来愈有感觉。农委会讲会供应更加多畜禽的肉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这飞行机票无到2个月时间，要搁再起价咯。民航局表示讲，因为汽油价格一直咧起，已经起超过标准，对6月30开始，航空业者会照规定，搁再来调整价格，平均大约是起100块。另外，交通部本地9月才要开始的55亿国内旅游振兴补助，决定要提早到7月15开始施行。相关规定，咱做回来看卖。来到松山机场，听到实时广播，民众大包小包来到柜台报到。5日假期就要到啊，提前出佚佗也是回乡。不过国内线的航班无到2个月时间，对于6月30开始，机票价格又要搁再来起价咯。不涨的话，好像有点不太合理吧？因为所有东西油价都在涨，你不涨，我觉得航空公司也不尽然撑得下去。搭飞机本来就会比较贵一点点，如果涨价是还能接受。看这票价，台北飞金门华信航空对原来2409块变做2641块，增加232块，起号是9.6%上最。另外航空是对2445块起到2618块，增加173块，起号是7.1%。但是分别对台中、甲高雄、北往花莲也拢爱加负担100外块，起号是6.2%甲7.9%。民航局表示，因应这个国际航空的燃油价格是继续伫起价，国内各航线的票价平均是调100块。最近国际的那个燃油价格也一直升高，中油公布的价格已经到达我们国内航线运价调整的门槛。如果说旅客之前就已经买机票，那他是在6月30号以后出发的话，他就是会要补那个价差。随着乌克兰、俄罗斯的战争，全球经济在影响，国际能源继续大起，也冲击国内物价。根据主计总处资料，咱国今年1月到4月进口能源类原料物价指数大起71.8%。而物价起袂停，国内观光旅游也因为疫情的冲击，人客拢无转来。业者诉求中央各路补助提前来实施。旅游业其实在去年的8月就一直在苦撑，那撑到今年的3月，是因为370的关系，这个团又取消掉了，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往前挪，让我们从7月开始就可以开始来做团。交通部找一家旅行业者做谈了后，原本规划9月要实施的55亿各路进行补助，决定提前到7月15开始，一路到12月15。自由行的部分，旅客上悬享有1300块hiệu大的补助，也继续办理奖励团体旅游，上悬每团会使补助3万块。不过业者话话取消注3档疫苗才能参团的限制，观光局是回应，也搁转答复疫情指挥中心。记者综合报道。要办护照的民众要注意咯，外交部领务局对6月初开始推出线顶头写资料、相片上传的系统服务。要办护照的民众会当先伫咧网络顶头处理好势，伫现场就唔免等遐久。真侪人有咧外交部领务局柜台排队等待办理护照的经验。即马领务局提供线顶服务，互民众办理护照会使先伫线顶写资料、提供相片，嘛会使注文到现场办理的时间，避免就伫现场苦苦等待。自己亲自办，那你就可以到林务局的公共事务机 kiosk 机把它印出来。那传之后，它系统马上帮你检查你这种大小啊、人头啊，是不是符合规格？应该会节省蛮多时间的吧？上次办的时候就是光填表就大排长龙。网络的这个申报方式我还不是很了解啦，可能也是要熟悉那个网络的作业吧。随疫情发展，最近有一寡国家放零旅游限制，领务局表示，确实观察到要办护照的民众是愈来愈多。大概去年平均每个月大概就是2万本。那今年大概从3月开始，我们就注意到这个量开始往上冲，然后到3万5千本哦。不过用系统检查相片，跟我都防范民众使用假相片。领务局表示，系统有甲身份证资料连线，嘛有特别训练过的员工会使到检查。记者郭碧君报道，台北报道。罗西亚的军队这几日咧，拢伫咧轰炸乌克兰东部北顿内茨克，因市内是规个密密麻麻。另外，本地这美国总统拜登是无同意要提供长途火箭系统给乌克兰，也因为乌克兰有甲因挂保证袂攻击罗西亚国内，所以拜登就改变心意啊，甲这会当发射80公里远的火箭系统提供给乌克兰使用。这是30日，大家看到乌克兰的卡车、油罐车，一个在装甲车的运输车，伫顿内茨克地区出现，甲卢甘斯克同款是顿巴斯地区的顿内茨克。自从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了，
几天来一直受到猛烈的炮火攻击。即马俄军的攻击慢慢转移到卢甘斯克。这个州的州长盖代讲，俄军即马是控制了北顿的此刻，这个市有90%拢被摧毁，要逃离这个所在即马真困难。Ворог намагається встановити повний контроль над населеним пунктом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та оточити підрозділи Сил оборони. 俄罗斯国防部也伫咧即天讲，耶稣更地奖的地下墓坑内面发现152具乌克兰军人的尸体。不过国际媒体到即马也阁无法度证实这个消息。Публично обращалась к Зеленскому забрать тела погибших, чтобы семьи смогли захоронить их на подконтрольной киевскому режиму территории. Однако никаких запросов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а о получении тел погибших с комбината «Азовсталь» не поступало. Более того, во время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 фургона российские саперы выявили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е под телами погибших украин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4 мины. 乌克兰的情势紧张，向美国要求提供包括远程飞弹在内的攻击性武器。美国总统拜登伫30日甲记者讲，伊未答应。严国炳又阁改变心意，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讲法，因为乌克兰有提出保证，未使用美国所提供的导弹拍到俄罗斯境内目标了后，所以拜登才会同意，美国将会提供予乌克兰会当精准打击80公里目标的高机动性炮火火箭系统。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芬兰一直被当作是耶诞老人的故乡，伫芬兰北部的拉普兰地区，还有一个耶诞老人村。这个耶诞老人村呢，还有一个功能，就袂输亲像是防空壕同款。若阵芬兰发生战争或者是核灾，这就是几落千人的避难所。另外，芬兰为着要对抗罗西亚的军事威胁，申请加入北约，不过却受到土耳其反对。耶诞老人伫白色的世界驶赛车，这个所在就是芬兰北部拉普兰地区的首府罗瓦涅米。当地的耶诞老人村，当年会当吸引真侪游客来这佚佗。芬兰甲瑞典已经伫5月正式申请加入北约，来抵抗俄国可能的军事威胁。耶诞老人主题乐园是一座防空城堡，徛伫50公尺深的山壁内，会当抵抗空袭、化学武器攻击，也甲核子灾害。No tänne on suunniteltu, että 3600 ihmistä voi tulla tänne sisälle suojautumaan ja täällä tarvittaessa pystytään olemaan niin kauan kuin.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when this was built in 1997 and 1998, it was built in the idea to have the shel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have the theme park inside. So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they have taken every precaution and all the measurements in consideration when building the Thunder Park. 这座防空碉堡内底会当放真侪粮食，也有独立的水通啉。岛仔椅会当变面床，也有真侪露营床。后壁也有紧急的出口，防止城堡塌落的时阵会当逃生。所以，像芬兰毋若伫二战期间拄过俄罗斯的侵略。早伫18世纪，也是瑞典的时阵，就开始面对俄国的入侵，所以对俄国的军事野心因特别敏感。人口65万的首都赫尔辛基，地下基本上也是一座大型的避难城堡。地下指挥中心早伫1980年就成立，每一座公寓为1940年就开始兴建防空避难所，拢总会当住90万人。俄国入侵乌克兰了后，芬兰已经伫5月正式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請。雖然常規軍隊敢若19000人，一旦若是戰爭發生，就會當強制徵兵超過28萬人。It's a turbulent time we live in, and we have to be prepared. 不過，芬蘭甲瑞典加入北約的申請，土耳其一直反對。土耳其講，芬蘭甲瑞典兩國有廠土耳其當作恐怖團體的庫德族工人黨成員，這兩國也對土國實施武器禁運，除非兩國修法，無只土耳其未同意這兩國加入北約。公司新聞景元慶編譯。美國亞太的傳統季最後一天，韓國的歌手團體 BTS 受到訪問及訪問白宮，也含這拜登總統討論到美國反亞洲的受罰犯罪和歧視等等議題。也因為這 BTS 受到高度歡迎，喺白宮的記者室一個網絡直播平台人攏真濟，喺白宮外口也真濟歌迷。Oh wow! Hello, everybody. Good afternoon. So much excitement! 韓國天團 BTS 受歡迎的程度，就連白宮記者團嘛擋袂牢。
小小的新闻简报室，伫31这一天，毋若坐甲满，就连边仔的巷路嘛，叫记者客甲叉。以队长 RM 金南俊带头的7个成员，穿黑色的西装、甲黑色的内裤带，徛规排对美国反亚的受训犯罪，还有歧视等愈来愈严重的议题来发表谈话，强调多元甲包容的重要性。 나와 다르다고 그것은 잘못된 일이 아닙니다. 옳고 그름이 아닌 다름을 인정하는 것으로부터 평등은 시작된다고 생각합니다. 네, 우리는 모두의 각자의 역사를 가지고 있습니다. 오늘 한 사람 한 사람이 의미 있는 존재로서 서로 존중하고 이해하기 위한 또 한 걸음이 되기를 바랍니다. 反亚的受训犯罪甲歧视的案件，为2020年以来是直头增加。2021年3月份，伫阿德兰大掠领店夺走8条人命的枪击案，6个死者拢是亚裔，更是去年受训亚裔犯罪都大增加339%。 小连续枪击事件了后，全美国各地亚裔美国人团体共同筹划各种的活动，而且透过社群媒体呼吁停止种族受训攻击。伫几天内，就得到 BTS 的响应，因普文表达反对种族歧视、停止受训亚裔的信息。今年伫美国亚太的传统月上尾一天，白宫就特别邀请对少年族群影响力真深的 BTS 拜访白宫，甲拜登总统会谈。 And it is a great honor to be invited to the White House today to discuss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anti-Asian hate crimes, Asian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无到5分钟的声明一个结束，现场的记者想要问问题，随即互发言人上皮耶动力。伊讲 BTS 无要接受访问，也那因甲拜登的对话嘛无开放互媒体采访。就算是安尼 ，BTS 的热度也是真惊人。平常时顶清清的白宫新闻简报直播平台，迄天一日来超过30万人收看，是平常时流量的10倍以上。白宫的大门口嘛，组织几啊百个歌迷，伫摄氏35度的高温之下咧排队，都是为了要看到 BTS 的风采。How big of a deal would it be if you saw them if they came out and saw them? I would probably faint. I would probably pass out.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澳洲新总理艾班尼斯任命的新的内阁成员6月就要宣誓就职啊！23位成员背景拢正多元，包含10位女性、2位穆斯林教徒，还有1名原住民，甚至还有一个共和国的事务助理部长。外界伫咧推测讲，这敢是一个澳洲要走访共和国的头一步呢？这澳洲新内阁成员穿正式的服装，花头戏面徛几排做伙翕相。 I am pleased to present members of the full ministry. 澳洲新总理艾班尼斯作为新内阁，初一伫首都坎培拉举行宣誓仪式，签署就任宣誓书。23个内阁成员，女性占10个，是历史上上侪，超过前总理莫里森联合政府的7个。除了女性人数创下新高，艾班尼斯嘛任用少数的族群。 工业甲科学部长胡思琪、早期儿童教育甲青年部长阿里，加做澳洲历史上头2个穆斯林的部长。另外，这个分数满布第7批的伯尼，是加做头一个做原住民事务部长的原住民女性。I, Linda Jane Burney, being chosen and summoned by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互人感觉意外的是，艾班尼斯还佫任命一个共和国事务助理部长奇索斯威特。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开始无遐尔要以英国女王加做国家元首，是要走向共和国的头一步。公司新闻王雅芳编译。咱台湾的海洋科学研究船“雷震号3、4月啊，有甲菲律宾合作，伫吕宋岛西部海峡进行研究。这期间虽一直受到中国海警船的军装骚扰，虽然台湾和菲律宾拢派舰艇护卫，外交部也讲中国行为是违反着海洋法公约，菲律宾也调见着中国外交官来表达抗议。 台湾海洋科研船“雷震号”3月15到4月13日，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海峡执行中央大学甲菲律宾大学的合作计划，进行地动仪布防，也有地形的探测。无想到期间受到中国海警船的骚扰，亚洲海事透明创意网站刊出相片。3月25，台湾对东沙岛派出嘉义级巡防救难舰，必须中国海警船远离雷震号。4月7日，菲律宾海警队的巡逻舰也判刑来护卫。另外，外交部是谴责中国海警船的骚扰行为。中国的海警肆意骚扰的行径，不仅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赋予给我国跟菲律宾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
更危害到了区域海域的安全及稳定。外交部予以严正的谴责。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外交部31表示，顶个月要调见一个高层级的中国外交官，抗议中国海警船来骚扰李进河甲侵犯海事管辖权。其实，中国海警船4月份也分别跟踪挪威甲菲律宾的研究船。专家认为，这拢表明中国决意要来控制南海高段线内底海上的活动。利用警察的话，更能够去象征这一块是属于它的一个内海，更能够去象征这一块的海域是它能够控制的，所以它用海警其实有这么多的意涵存在。The conflicting claims that we have with China and that China has with other members of ASEAN. 菲律宾总统当选人小马可仕6月底就要来上任，对着这阵的南海争议，伊强硬表示会维护 PCA 2016年7月裁决，也就是中国的南海高段线主张在国际法之下是无效力的，维护中国来插达菲律宾的海洋权益。记者综合报道。空军的飞行官期待军长驾驶着 AT3教练机发生事故不幸往生，敢是因为这个飞行机设备上过旧所引起意外的？有学者认为讲，若准有定期检查 ，AT3有关是真安全的。飞官小尉期待军开 AT3教练机这项任务不幸坠毁来罹难。国防部长邱国正初一到空军工程基地听取简报，了解调查进度，对期待军顺职表达不甘，除了化为国军坚守岗位，伊嘛要求彻底调查事发的原因，进行通报检讨。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点出飞机老旧是不利的因素，讲到国产的 AT3教练机服役38年来发生15摆事故，不过学者指出，美国使用 T38教练机年龄更加久，服役61年，换算每10万点钟会发生3.4摆严重飞安的事故。另外，这国产的 AT3每10万点钟有3摆严重事故，两者的数字差无多。我们要降低这个空军机队的成本，把 F51的步训机跟高教机结合，这样后勤的料件会比较划算。它比 AT3当然更好，但是不表示 AT3不安全，而是因为永鹰高教机它用的是数位座舱，也就是说仪表数位化，这样在维修的时候当然就会比较容易维修。AT3这类中小机，所积分指出，这要适度来维护，有关是安全合格战机。不过张彦廷表示，这阵45架 AT3套件都无好，向加加剩一半应用。国防部规划由永鹰高教机来接办训练任务，慢慢汰换 AT3教练机、F5部分机。汉翔公司去年经交机2架，今年有计有8架，明年有17架。现在2026年达成66架专属交机。永鹰高教机准优先交付台东这项基地。张彦廷建议先配发予空军官校使用，因为予少年飞官操作老旧设备风险较悬。我认为是不是先不给空军官校？因为空军官校使用的 AT3已经40年了，有必要先给他，是不是？可以这样考量，让他的这些最之前的飞行员来飞最新的飞机，是不是比较安全一些？训练的部分有既定的规划跟步骤吧。他现在交机也没交几架啊。对永鹰交付予空军官校时间表，空军无愿意加讲，只是讲永鹰先交付台东这项基地有伊的级别性，继续按期程来规划。由永鹰高教机担起原本 AT3、F5 2阶段的训练任务，飞官的培训的进程为3阶段2机种训练，强化空防战力。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初2要去访问美国，替国民党的驻美代表处挂牌，而且也会拜访到美国政府官员。不过，伫咧出访的前一天，国民党中常会本地要讨论国民党立委徐志莹参选苗栗县长的提名案，所以因为徐志莹无意愿接受陈答，伫讨论案先暂停。朱立伦表示讲，伊会继续来沟通。时机更成熟的时候。我们再把苗栗的案子提报到常会来。因为徐志莹公开拒绝红顶调参选，原本初2要送交国民党中常会苗栗县长选举提名案只好延后。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庭甲中央常务委员说明过程，因为徐志莹的民调上悬，不过已经几啊届向几啊个有想要参选的人，讲伊并无意愿，还佫甲因鼓励，所以接受顶调会真为难。徐志文委员他有他目前还有他一些的考量。一些困难，那我们持续的来沟通。那最重要的，苗栗一定要团结，苗栗要胜选。徐志莹也未对国民党接完提名的决定作出回应。几个中央常务委员嘛伫会中甲朱立伦建议，爱甲地方沟通。我有告诉他，你也要让他本人同意啊，不能他本人不同意，你就一定要提名他。
他是觉得主席在这边好像态度真的太强硬了。他强硬，可是他刚才也都很暖了。他说他会听取民意的，他一定会站在民意的这一边。原本朱立伦希望会当伫咧初二拜访美国进前，完成标立县长选举的提名，不过即马看来时机还未到。国民党嘛公布伊出访的行程，其中会会见美国相关层级的官员，伫咧美国要求之下，无方便公开。不过顶一日已经有媒体报道，可能会拜会白宫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总监坎博、中国事务主任杜如祥、国务院亚太总卿孔达，也有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这一次我们不是为国民党而已，我们是为中华民国，为台海的安全，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在野党。朱立伦这届行程是当中11天，会参访旧金山、华盛顿 DC、纽约、甲洛杉矶，也有甲当地交界会面，而且接受美国智库 Brookings 甲 CSIS 的邀请发表演说。行程结束会伫咧12天的台湾，媒体国民党驻美代表处揭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满岛的台湾首府大学5月中传出停办的消息，是因为董事会无伫咧5月底进前，甲2000万的资金汇入来学校的营运费用。教育部也正式甲台湾首府大学列做是专案辅导学校。学校雄雄宣布停办台首大学生囡仔招生自救会，伫学校表达不满，也透过立委甲教育部高教师对谈，初一早起自救会接到消息，台首大列入专案辅导学校。教育部那边他是已经直接告诉我们，董事会没有如期汇入这一笔2000万，然后教育部会直接启动教育部介入的一个专辅程序。董事会无伫期限内完成初步捐款，教育部表示会发文列做专门辅导学校限期改善债务。部长潘文忠是讲，台首大也无正式提出停办计划，若都收到申请，会最好管控。学生受教权益的维护，还有教职员工他们未来离退等的这些是否做到适切的来做规划来作为是否能够同意的主要的考量。台首大自救会表示，学校停止校务，请教育部赶紧来好好处理，安若无拜拄搁上报တင်情。伫宜兰的南洋技术学院，也因为学生伤少，110学年已经全面停招。教育部证实，学校申请111学年度开始停办，已经得到核定。听到这个消息，有学生囡仔感觉真意外甲遗憾。很突然，当然是要讲说。希望可以原校就读原校。南洋技术学院董事长发予教职员甲家长各一封公开批，强调学校目前无债务，即摆资金会依法用伫维护学生囡仔甲教职员工的权益。教育部表示，考虑应届毕业生，南洋技术学院出来的100学生囡仔会协助安置转去其他学校，预定6月底召开安置说明会。记者综合报道。抓政府拍拼发展再生能源，不过热能开发也引起争议。亲像风电机离这徛家伤过近，受到地方的抗议。环保署拍算要来修正宽屏有限加范围认定标准，下晡举行线顶会议。本地是离建筑物250公尺内就要做宽屏，即马是改做500公尺内就要做宽屏。风机的势，互国内再生能源发电量持续增加。不过，市电动的声音、产生的影，互森林五港村村民真痛苦，最近的抗议。中华江滨工业区所在的风机，互居民真困扰，也持续抗议爱听图。目前风机机造仍离民间250公尺，要求实施环境评估。环保署打算修正扩大认定标准。边界的直线距离呢是加严到500公尺以下哦。参加线顶会议的特地能源公司表示，应该维持现状。因为因的风机离民家为88至650公尺不等，无噪音的定情。那本集团目前已经设置183座风机，目前为止并没有噪音澄清案件的立案。那偶尔有民众反映风机运转声，那经过实测的结果都符合噪音管制标准。绿地风机定情抗议上侪分林官认为应该评估的范围爱较宽，希望说能够加严到1500公尺。里面就该做环评。环保团队是认为应该用风机叶仔的15倍，目前相当是1200公尺做标准。台湾现行的环评标准是可能都比来台湾发展
供电的外商，他们的母国标准都来得宽松的非常多。这届环保署修正环评认定标准，也新增加国家发射场域设置，申请也是累积开发面积10公顷以上，应该实施环评。不过台北市环保局长刘明荣是讲，火箭发射会释放化学物质，影响环境，建议不管面积大小，拢应该环境评估。记者综合报道。工研院今日宣布成立净零应属学校，而且参全国工业总会，也有这电子电机工业同业工会等等共同合作，组织人才联盟，希望培养绿能人才，提升台湾企业减碳能力。全世界目前拢希望找到会使替代高排碳的能源，达成2050零排碳的目标。根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30年全球会增加2400万个相关的工作机会。这站工研院上准这点，希望甲相关产业库外来合作培育产业减碳所需要的人才。第一个当然从供给端来看，那就是说有近邻的能源啊、近邻的供给等等。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从需求端来看，希望我们能提高能源的效率，那这个节能减碳。培育计划是对上基础的零排减碳、到专业技术训练以及管理能力，培养出协助企业快速找到零排碳解决方式的能力。减碳实务及技术导向为教学重点的绿领人才培训系统，正是我们业界所迫切需要的。工研院表示，透过联盟结合大家的智慧，袂使强化下产业的交流，以减碳技术做重点，提升台湾产业界的能力，迎接全球零排碳的挑战。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150年前的牡丹社事件，伫过去的历史课本拢无用原住民的观点来看历史事件。即阵有民间业者和学者是伫3档前呢，开这3档的时间去到部落调查，落尾把这考述内容用展览呈现出来，希望各界用不同款的角度来思考历史。这个牡丹社事件之后呢，当然对于台湾来讲，最大的影响就在于说，这个清帝国对台湾的统治呢，开始呢更加的积极。用图片甲资料呈现100年前牡丹社事件了后，清朝的统治分野，亲像乡村城、五鸾背灯塔等等，有民间业者甲学者、公部门等等合作，经过3档的地方调查，用原住民的观点做主体，用展览来讲牡丹社事件。那事件的主角牡丹社人的观点，我们大家很少会去谈到，或是我们很忽略到这个情况。那所以我们这一个展览是希望尽可能的去收集当地的这样子的一些研究或是口述历史。历史学者表示，牡丹社的相关资料真侪拢是日本、台湾的研究，欠缺原住民的角度。因透过记录的访谈等等，希望将牡丹社后辈的观点，安怎伫事件后甲琉球人共生，也搁祖先捍卫家园的精神，呈现互各界知影。诠释或是理解说，为什么当初高士佛社要把这个琉球的漂民就是杀害的这样的情况，他们怎么样跟这些被杀害的这一些的琉球遗族，他们怎么样去做和解？主办单位嘛表示，希望各界透过展览，体会过去无听到的在地声音，嘛对无同角度来思考牡丹社事件意义。展览伫华山文创园区，展到6月7日，接落来会转去屏东来展出。记者陈阿文李玉凯台北采访报道。台南客家咸水新营这寡所在，当地拢有一项超过100年历史的放粉鸟铃一个活动，2个钟头伫咧比赛看送的粉鸟铃会当排较重，无参加的民众也会当捡一寡飞袂回来粉鸟，咱做回来看卖。一群人伫咧田园边仔甲粉鸟放互飞，这毋是一般放粉鸟比远度的比赛，是台南客家新营咸水地区超过100年历史的甲铃文化。2个钟头相比拼，甲铃仔绑伫咧粉鸟身躯顶，一抓来一抓去，看倒一整个粉鸟会当排较重。大声挂100粒挂重去，阮后尾挂的就是爱100粒拢搁甲挂重来，挂重来后抓就是搁进去，因搁挂重去，阮即摆搁做咧挂重来，挂到输赢安尼。除了粉鸟会成员用挂铃仔拼输赢，为着互庄仔内村民做伙参加，搁较趣味。村民会当去捡飞无转来的粉鸟，安尼嘛会当减少另外损失。粉鸟，阮有一个灯音啊，较是用无灯音啊，无灯音啊就是掠着，无灯音啊就是掠着迄个
啊，有当然啊，就爱掠来阮回两交，收你足贵的，你毋通看一粒安尼，较大粒的一粒3、4千块呢。阮昨暗放去4、5粒，放去差不多万几块。这款特殊的混交零文化，伫咧台湾上早出现伫咧电成功时期。新营咸水地区的兵仔休困的时阵，会伫混交身躯顶绑鼻仔，看因飞悬传出鼻仔声。后来兵仔开始相比拼，看啥人的混交拍的鼻仔较重，就较有面子，渐渐演变做这款混交零文化。即阵敢若嘉义台南部分地区，当年也会固定举办这款传统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后里的启明学校有组成一团人狮队，成员拢是视障生，训练过程开真侪时间，也比一般人更加辛苦。最近因伫咧校庆表演，不哩也精彩，咱做回来看卖。台下顶的狮头对锣鼓声人来人去，现场的气氛是介闹热。这是台中启明学校的校庆活动。不过认真来讲，这人狮队不是为外口请来的表演团体，是一群视觉障碍学生辛苦练出来。学校有成立这个舞狮队的活动，我想说有机会，因为我没有玩过，有机会来就是体验一下。目前我有上网去查了一下，还没有这样子的舞狮队。我们如果真的有创起来，可能是全台湾，甚至有可能是全亚洲、全世界第一支这样。为着要让学生有更较多元的学习机会，台中启明学校特别成立人狮队，学生爱把所有的舞步甲动作记条咧，训练过程比一般人辛苦个了时间。就是比一般人还要辛苦，对，就是比较吃力，几乎都是要就是用记的，然后要花比正常的时间还要更多。他们因为有视觉障碍跟肢体障碍的一个限制，但是他们都很有心。但是我们也一个动作一个动作不断重复的练习，但是因为有先天的限制呢，跟一般的舞狮队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哈。但是今天的表现，我们给他打95分以上。学校特别趁校庆的机会，邀请人狮队上台演出，精彩的表现，大家拢拍破啊学乐。一个视障学生人狮队，若是全国头一团，嘛，互大家看到视障者的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3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2度到30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